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咱自早阿嬷自早就有讲起，人侪的所在是千万唔通去。但是即摆是人会越来越越去，实在真歹避免即款代志。跨年西瓜进香兼看戏，唔通干那靠警察来维持。 安怎来提高意识保护咱家己？今仔日来讲人打人的韩国梨泰院。首先，咱来紹介到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銘傳大學建築學系教授王介琪王教授。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麼第二位是咱大病院急診部的主治醫生趙富元趙醫生。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咱老朋友，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的副教授王碧琪王教授。主持人加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銘傳大學王碧琪。那麼首先呢，咱就來看這個韓國的梨泰院呢，咱來講啊，可比是香港的這個蘭桂坊啦，吼，真濟吼坎坎坷坷。 啊，所以迄地形嘛，真小啊，真矮。但是到底即摆目前的情形是如此呢？目前已经有154个人死亡，其中包括着14个国家的26个外国人。警方来表示，有37个人重伤，死亡人数有可能搁再增加。教宗或者是真济国家的领袖，拢来表示着哀悼。 这湖人人伫首尔街社区服务中心通报失踪的时阵，一直好，一点影向昏倒。30位透早5点半开始，这主要联络办公室备帮，每点钟更新1摆失踪通报，已经有数千件。 전 아직 못 찾았어요. 확인했어요. 없는 실종수 없어요.梨泰院至到近期差不多10万人严重不患烧落事故，目前在调查，暗过官方依然无清楚原因。 일단 약한 사람들이 다 돌아다니니까 일반 시민들이랑 많이 싸우게 되고 그렇게 되면서 이제 다치고 그러는 것 같아요. 그래서 경찰서도 아까 되게 붐볐고요. 代志发生了，一条遗体送出来，家路四界拢有人在做 CPR， 也有真济亲人朋友失联，为什么情形这么失控呢？家属真伤心，也要找找解答。根据韩联社报道，罹难外国人有来自伊朗、俄罗斯甲中国。There's so many people. What are you gonna do with 10 people? And I had to like turn around and I told the crowd, you can't come this way. People are dying. It took so long for emergency services to arrive. 总统尹锡悦宣布全国紧急哀悼期，各将梨泰院指定做灾区。 정부는 오늘부터 사고 수습이 일단락될 때까지 국가 애도 기간으로 정하고 국정의 최우선 순위를 본건 사고의 수습과 후속 조치에 두겠습니다. 高中方志哥甲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真济个领袖拢表示哀悼。万圣节伫南韩毋是传统节日，大部分的人真少去。只是这几年来，伫酒吧甲俱乐部的化妆舞会真受欢迎。去求人员指出，即摆收入意外，真济死者大部分是无开造成外伤性、心脏停气甲扩散素。公司新闻恩文宁报道。相信观众朋友在这2天啊，伫网络顶头、伫电视顶头。 拢看到真侪相关的报道，咱头仔伫即个影片内面看到一个澳洲的外国男子，伊讲，我就甲后面的人讲，唔通搁再入来啊，唔通搁再入来，但是大家都约入来，这到底是啥物情形吼？这首先要请这个王教授来甲咱解说一下，这个现场哦已经是吵吵闹闹，啊，伊叫大家讲莫搁入来，这安尼敢有效？ 其實人伫咧發生這種較驚嚇的代志的時陣吼，人會有一個錯誤的感覺，就講全世界敢若我才發生代志，吼，還是講敢若我才無代志，這是一個情況吼。咱咧想所有的自我中心，啊，就是講這所有的這個代志咧發生，其實咱唔知其他的所在是毋是嘛發生同款的代志，還是講其他的所在人有意識講這個代志直接嘛咧發生，所以大家伫這種開放的空間內底吼，咱無法度真正講去了解講。 规个情況是安怎？即伫阮風險內底叫做不確定性，也是複雜性吼。就講規個情況是大家攏唔知影。亂糟糟啦。嘿，啊，到底是偌大？吼，啊，範圍偌闊？啊，到底是食倒落？啊，有倒偌濟人？这拢唔知，
哦，这是一个人的心理，啊，佮配着讲吼，这个所在吼，伊就是一个斜坡嘛吼，就是一个夹伫遐，啊，这个夹其实是一个足大的影响啦，因为伊啊所有的人吼，拢对面顶开始往下骹带。啊，这个情况就好，这个人下骹面顶的人只要倒落来时阵吼，伊拢会规整贴起来。所以我根本就救袂出来。你其他地下更加厉害，你嘛无法度甲下骹的人救出来，因为面顶拢直直贴起来。哦，这就是这个风景，迄个环境啊，甲咱所有人伫内底，咱受到这个大的环境影响的时阵，咱唔知影边啊发生啥物代志，啊，咱受到环境的影响的时阵，啊，咱过伫这个过程内底，家己咧想讲我要安怎的时阵，我会开始往无共款的方向走。啊，这个方向往无共款的方向的时阵，你就开始这问题愈来愈大。这种违反哇，这违反咱人性的这个自然反应啦。是。吼，所以伊头伊咧话讲，叫大家卖入来，可能也无效。无可能，嘿，大家无可能。但迄个时间吼，边啊音乐搁咧放，吼啊边啊人搁伫遐，有个人可能有食药啊啦，有个人可能伤害，你规个迄个神经。食酒啦，唔知啊。所以人无法度用正常的情况去判断讲伊到底是咧想啥，吼啊伊到底会用安怎做。所以这个复杂其实包括对环境、甲对人的心理、甲咱。伫紧急的时阵，安怎应变，拢有影响。所以咱咧想讲，咱细汉时定看到迄个溪流边啊，插一支牌啊，讲吼水深唔通踮遮受水，这看着嘛无效嘛。嘿，这看着嘛无效。因为吼人有一个较特别的所在啦吼，咱拢会感觉讲我的能力有够，吼啊风险较低，吼就讲咱国语来讲吼，人会觉得风险很低啦，啊我的能力很强。啊，伫安尼过程内底吼，伊就感觉讲啊，这代志拢无我想遐严重，拢小可代志。哦，所以伊会对迄个方向去走的时阵，拢是伊家己判断过来。啊嘛有可能是人有一个从众效应，但是有一个人起来做指挥官，伊就甲你讲吼，咱往迄个方向冲啊！啊，你就冲啊！啊，所以这内底人有法度判断无，你到底有迄个风险意识无，拢足重要的。啊，这咱人也无可能每一个国民拢去用训练着。这第二我要请教着这个周医师吼。就是咱伫电话当中也讲着，讲吼，真侪人看即个现场已经过往的，有诶拢无去啊，吼啊面拢安尼规个拢惨白去，吼啊是现场的即个伤痕，有诶即个胸杆骨吼，规个拢断去，这是啥物原因，还是啥物即个情形来造成的？这种的情形其实在世界足侪所在拢有发生过啦，吼啊是讲。大部分的时阵，大家拢唔知影讲即个可怕，所以讲特别发生的时阵，你也阁唔知影讲你后一步就会死亡啦吼。啊，即个一般来讲，咱咧行路的时阵哦，头前即个空间对咱来讲真要紧。我要向前行，向倒手边、正手边，我有一个空间。但无即个空间的时阵，我根本也无法度决定讲对倒位行。即个足侪发生即种代志了后，你敢好问讲，啊，你当时会情形安怎？大部分的人讲我骹根本就袂法度踏着地，是所有的人甲我杀对遮来的。所以你讲我无迄个向前行，无法度，由不得你，后壁人继续都骑过来。啊，所以说即个情形若会发生死亡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你根本就无跋倒，但是在四面八方。骑过来人压迫，这个力量差不多偌大吼，差不多4500牛顿吼。4500牛顿，对，都差不多就讲450公斤的物件，安尼甲你缀到你的身躯顶。哇！所以讲我是超过，这头一只印度枪的重量。你想到一只印度枪坐伫你的胸坎顶，啊，你敢无法度活掉咧吼？好。啊，所以讲，这做者，你就敢若是一尾蛇，甲你捆掉咧。咱咧喘气时阵，咱就爱胸坎爱跨爱缩，安尼较有法度喘气。所以你当四面八方甲你骑过来时，而且重量遮大的时阵，你根本无法度喘气。所以讲，这个会窒息死亡。所以有的人对，所以有的人根本就无伤痕，就是安尼就翘起。吼，这古早较残忍的刑罚。死刑话嘛是甲伊捆即个布，吼啊，甲你浸水，即个布若吸水了后，你规个人就吸咧，就翘起啊。啊，第二种是就怎讲跋倒，你一跋倒了后，后壁人根本就甲你，伊也无都决定无要打你，就甲你暂过。啊，所以讲
伊若无甲你站过，伊停咧，伊就会去后壁一枪，完啊跋倒，完啊去用暂时。哦，就医师你就讲到一个吼，阮头仔阮3、4人开讲讲，如果我头前的人若跋倒，我是爱甲扶落甲救吗？洪老师，我嘛无啥可能啦。哎呀，你若讲真正要甲救，可能家己嘛是，就像赵医师他们讲的，嘛是会跋倒落。啊，我莫甲救，我是动掉的，安尼较好。但是后面都一直甲我杀安尼，啊，我甲打落去吗？若讲真正无法度进前一定要打过，无你看你安尼来讲，你变讲你安尼射过，还是讲你若未拄好，你要人讲这头前甲你绊住啊，你怎倒落？啊，就像赵医师安尼讲，甲塌起哩，啊一个塌起了，啊上下骹迄个，啊是你夹伫中嘛无法度，所以一定可能爱甲打过啦。你若要换命一条路尔，你甲打过，啊你若犹豫停落来，啊你就去用打。三位拢点头呢？对，这真残忍，但是这事实就是安尼，因为这个代志世界拢到处都在发生，啊所以讲你若访问生存者，伊讲法就是安尼，所以你。毋是去打死人，你就是去用打死。啊，你左边右边你也根本也无路通闪，哦，啊，就干那向前行。450公斤的力量，所以我根本就我若哭落来，我就是踏伫伊顶头啊。对。所以我只好甲打过去。对，这足侪影片你嘛看到，讲咱这铁器遮粗，啊，其实人一杀，这个铁器人弯去，哦，拢会变形。你可以会当爱想讲，这个。力量是遮大，所以讲你讲啊手啦创啥你来动，其实拢有限啦。小看保险起时阵会使，但是若真正到韩国这个情形，你这方法拢总无效。王教授，你他两位也讲，咱就要甲打过去吼。但是这个到底这个效应，你甲咱描述一下吼，互观众朋友会当就算讲你唔但去这个仪态院吼，你也有可能去进香啦。吼，也有可能参加跨年啦，吼，也有可能甚至大巨蛋来开幕，你来去，吼，还是讲你也参加啥物群众的聚会、演唱会的时阵，这咱人吼要安怎开始警觉讲现场？阮头仔阮一寡客户的吼，咱的这个执行计划，咱咧讨论的时阵就讲哦，咱入去的时阵先爱斟酌，爱翕相，啊看。我讲他有可能，咱每一个人较有遐警觉。洪老师这边安怎解决？这是一个素养的问题啦，就是讲吼，你有这个习惯无？我伫美国咧食头路的时阵吼，因咧美国咧教学生啊吼，就是讲我拢袂甲你讲你这有危险，毋过你特地爱去甲我讲倒位有危险。哦，所以伊用安尼反问哦，反问过来，就是讲你特地知影讲，我入来遮我爱看啥，出口伫倒位，内底有偌济人。真正有啥物代志的时阵，我要对答离开，我有法度离开无？这个代志你去到倒位拢爱有这个素养。嘿啊，你一定要问答题嘛。老师，我即摆现场问你，咱遮多一个出口？咱拄仔入来迄个出口吼，啊，我就入来就咧看，伊边有足侪物件有可能倒落来，对无？啊，所以我就咧想讲，等下迄也真正迄个物件也捡落来，我要对答。会甲我路扎起来呢？嘿，啊，迄就是讲吼，阮即摆咧所有伫倒位咧甲大家讲吼。不管你伫倒一位吼，你一定会找到一条线，做安全离开这个空间。迄条线才是真正你用。所以老师，你即摆若是像你安尼有素养的人，你已经知影要倒位溜选啊吼。知影倒一条线。啊，所以吼，就讲我拄有讲了，指挥官足重要。吼，你对着指挥官，我对唔着指挥官，就决定讲吼，你这个人我倒离开遮。老师，你有我对好无？咱定定讲吼，我用一个比例啦吼，咱一栋大楼内底啊吼。你感觉真正这栋大楼出代志，你爱对董事长走，还是对工友走？一定对工友、对保全走，对无？因为因上知影，迄秘密的伫倒位嘛，倒位较无人行嘛，所以咱就讲会去观察来讲，因为伊逐工咧行这条较特殊的路，啊，董事长拢坐电梯嘛，因哪知影讲迄条路伫倒？有道理，所以我逐工拢甲阮做迄个清洁的即个欧巴桑啊，还是即个搬道具的即个先生啊，拢甲伊挨杀子。吼，这嘛是一种素养。是，啊，所以阮咧甲人讨论，也是咧甲人教的时阵吼，阮就会甲这个代志提出来，甲大家讲。啊，所以吼，你敢知影伊逐工咧摒扫的时阵，伊拢行倒一条路，吼，啊，伊拢对答进出。迄条路其实干那伊知影嘛，啊嘛，大家拢袂行迄条嘛，你穿西装、穿什么路，一定拢坐电梯啊，对无？拢啊，你甚至连迄个安全梯里搭都毋知影的时阵，啊，迄就素养的问题啊。
所以吼，所有的空间内底，伊一定有安全梯吼伫遐，啊，一定有一条通路伫遐。啊，你特地要甲通路扎起来，啊，要互安全梯个，免得拍袂开。啊，大家拢感觉迄是我的空间啊，啊，迄一定出代志的嘛。所以吼，咱讲古早人咧讲迄人济莫去，我拄一开始主持人就讲，迄是有影，迄是风险的观念。人济我就感觉风险悬。哦，咱毋是讲即马 COVID 才安尼讲对无？较早迄人济的时阵，你看伊即届韩国迄4米的路，4米的路，你想讲我一排用排几个人就满呢？啊，搁说4米的路，搁遮长的时阵，搁一个斜坡，啊，所以规个环境偌复杂。啊，这就是讲，咱也是去到迄个环境，咱敢知影讲，咱会用安怎行，边仔敢有啥物小路会用行，啊，拢无的时阵，迄个空间你敢要搁入去，这拢家己的判断。所以吼，我讲这毋是，这咱反过来讲就讲，啊，这个政伫台湾发生，咱一定讲啊，这政府爱赔啦，吼，迄政府你食看食爱下台，这毋是这个问题，这是讲咱对政府有责任，啊，逐个人嘛有家己的责任，啊，咱谁若甲咱的性命拢等互政府讲你甲我负责任，迄是无可能的嘛，吼，所以做这代志咱较早拢是讲万能政府啦，吼，政府拢爱负责，即摆咱的局势愈来愈复杂。愈来愈无可能，即有当时是像梨泰院，伊是无人主办活动的，啊，这边叫谁负责？所以吼，开放空间、闭闭的空间吼，开放空间、密闭空间，吼啊有主办无主办，迄爱处理的代志拢无共款啦。即种吼无主办单位的开放空间呢，你敢若靠家己尔啦，无可能讲政府去遐甲你规划，搁徛一个警察伫遐甲你指挥交通。是，吼啊有主办的单位的，啊就搁无共啊。但是这我就马上来问医师呢，赵医师，咱若看到讲有人辛苦白疼，咱一定想要甲救啊！啊，这个搭过去是一回事啦，先活落来。啊，但是事过境迁，吼，看到遐人，那去做 CPR， 我嘛看真侪现场咧甲做吼，但是大部分拢无效。啊，这若送去甲，比如讲送去甲恁急诊部，这可能也拢无救啊嘛，也是讲咱如何要头一动，咱一边仔的朋友看到咱的朋友已经安尼辛苦白疼，规个人白苍苍，咱头一步会当用啥物？这个情形啦吼，若是这个窒息，这急救其实是有法度，就讲你现场做 CPR 啊，送去病院，吼就加护急救啊，用叶克膜，这是有可能活过来。但是大部分的情形，这种拢袂活落来，是安怎？因为这个人伤客，所以讲你迄个救护人员根本也无法度来。啊，再来你车驶袂入来，啊车驶去了后，就出袂去。所以一般来讲，像这个现场，一般来讲要去送到病院吼，过去的记录大概拢2-3点钟，啊这就无法度。拢乌卡。对，啊咱这个讲BLS爱4分钟，啊ACLS爱8分钟，这根本就无迄个机会。所以大部分的问题是伫后壁这个所在，就是讲你在送医的过程啊，这个 access 吼，就是讲去急救的这时间拖上久。啊，大部分像这个情形，我是讲你会当甲当作讲是火烧的空间，你要去救人无？吼，那以我的看法，人要搁接起的时阵，你根本唔免考虑讲去救，你会死，你会死。你得爱先甲这所有的人拢先甲疏散出来，互相互离开，啊靠法度你当嘛救。你看到韩国伊的情形吼，已经是人拢断开，啊，他开始咧当遐做 CPR， 已经有一段黄金时间已经过去啊，所以尾后壁遮应该是拢真困难啦。三位咱即摆讲到超过20分啊吼，我两个小小的这个主题已经出现，头一个就是爱顾家己，爱顾家己，你要顾别人，会致使到搁较侪人来受害。先顾家己啦，吼，先顾家己，吼，啊无会致使搁较侪人来受害，爱搭过去就爱搭过去，吼，啊才来想讲要来后手，才来想讲要来救人，但是我来请教王教授吼，咱如何一般人除了他拄啊，这个教授咧讲。咱平常时也有素养，吼，但是咱平常时，譬如讲咱去踅百货公司也好，咁么夜头出来看讲啊，这个即摆容留人数、容劳人数，吼，几啊人，吼啊，这几啊，一般人
应该是袂起来看这，但像这个教授安尼，佫入来佫知影讲，哦，这门口有囤物件安尼，啊，你来鼓吹讲一般人要安怎来培养这种素养？其实吼，这个素养来讲，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讲，因为咱拄啊主持人嘛咧讲，可能咱入去设计有当时啊，第一点是可能赶时间啦，啊，第二点就是讲，反正我就开始特别开始采购啊，大采购开始买物件，可能嘛无一定讲会去做这个代志。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讲，我是感觉一个建议啦吼，因为这个咱即马一寡卖场、一寡所在，拢有一寡或者迄个紧急疏散的遐个度啦。至少我感觉这个，因为这个代志的发生，上起码的时阵。若讲真正你要入去开始设计进前，拜托先影一下，先去看，先去影一下，拜托个看一下讲，至少你嘛知影讲，若真正万不幸有啥物代志时，你要为倒位处理，有法度为啥物所在处理，至少这唔免开你1分钟。尤其因若讲真正一个业者会当要求伊讲，入口的所在是毋是会当甲这个物件算一个放大，甲放伫遐卖使。我感觉这是会当做的代志，啊，至少因迄拢有一个明显的所在，拢有这个物件。我感觉上基本的是这个，因为拄啊医师嘛咧讲。先自救嘛，啊，你若知影讲家己有这个自觉，还是讲你若讲真正万不幸有啥物代志发生，我当初有看到可能是啥物所在，我会当行出去，啊，会当为遐怎处理，至少袂讲咱讲的逃生无门啦，这个问题是安尼。是，我要请教王老师吼，老师吼对这个有专精的这个经验吼，头拄你也有讲过，封闭式的，开放式的，有人主办的，无人主办的，咱来看这张图。这吼，咱台湾吼，过去重大的伤亡事件啦，你来看，1963年，桃园中立中山堂踩踏事件，拄啊人打人，14个人死亡。66年，家人大世界戏台，1995年，威尔康大火，15年，八仙城堡。这还佫无讲即种的咧，咱这还佫无讲即种，咱这宗教活动，当年的大甲妈祖，尤其要去到中华，落去到这个隧道，拢啊叫迄个刑事爱来扛救，叫刑事来扛救，或者是讲跨年，这就牵涉着讲，因为这是开放式的，主办单位会当来这个防范的范围，一定比。这人数人搁较少嘛，这恐惊迄个公部门来介入咯，是毋是安尼？是。公部门爱做啥物代志？一般来讲咱像这种活动咱爱分做三个面向来看第一类就是讲，伊主办单位他伫遐负第一站的责任，伊有应变计划无？伊有迄防护计划无？伊的人派驻伫倒位？伊爱，比如讲咱用演唱会来看，演唱会伊的人是毋是爱看所有的观众？这是第一站，第二站就是外围的这类的咱比如讲咱有义警，咱有迄义交，因用斗相共无？你主办单位要去甲邀请，拜托伊来斗相共，这是第二站。第三站才是警察警方，伊爱往外口看，这三站。往外口看，什么意思？比如我看外口的环境是毋是佫有其他的危险会佫加入？佫压入来，加入来。所以这三站是咱。基本上咧确定讲一个公共安全上介少要有这三站。咱再用这当来看咱即摆活动你有发现讲无啊？咱即摆跨年活动，市政府主办呢？市政府敢有伊一定有公司咧，策展公司嘛好啦，公关公司嘛好，伊敢知影伊爱做这？第一坦白讲拢唔知。唔知对无？只知保险。第一站咱就无啊。伫国外你也有保险嘛伊有保险的救援的团队会入来有保险的这个团队会入来。所以咱做这个物件，虽然讲咱讲保险，其实保险爱有伊家己的这个组织来入来做这个代志。这咱台湾的保险公司拢无做。台湾无，所以这就咱第一站咱的保险官啊，纯粹讲出代志我赔钱，毋过伊无伫出代志的第一时间开始介入入去处理这个代志。观众朋友大家来注意你即摆不管是你咧投保，还是你参加的这个单位有甲你投保即摆爱来呼吁着咱台湾的保险公司，爱开始来做这个行为。比如讲咱即摆拢感觉有代志，咱就找消防的来。其实伫国外伊的第一个有出代志一定毋是消防的来，一定是你家己的保险公司的救援队爱入来。这才是第一个，我先爱保险。
绝对毋是讲出代志要赔钱，而是我第一个不爱互你出代志。所以找到医师已经是上后尾啊。啊，一定出代志才会找医师嘛，对无？啊，医师伫遐会做急救站，他一定是讲有人有出代志才会送去急救站啊，对无？毋过食要送去，啊有人送啊，有人发现讲这个人出代志啊，所以第一站伫台湾即马都无做。第二站咱的义消啊、义警啦、吼啊义交啦，啊这拢伫遐斗3工，啊毋过啊趁钱的是策展单位咧谈啊，是迄主办单位咧谈啊。有啦，迄1点钟超205啦，嘿啊，足俗的嘛吼。啊第3站是啊，警察你是为着公共安全，所以伊是公共的角色、公共资源，所以嘛毋是讲第一站就消防一定随你吧，因为咱消防人力嘛有限啊。我都定定拢做烦恼的吼，跨年的时阵吼，万一出一个代志，啊，迄边佫有火烧，啊，咱敢有人好救？吼，这就是讲消防啊是警察拢是一个资源。啊，咱既然要来办这个活动的时阵，咱甲这几站要哪一站一站顾好，啊，所以你有几站的防护设施，这才是咱即马爱讨论的。啊，咱的所有的咧做的这个计划，都要对这来啊。比如讲，我逐个计划拢爱写真的啊，对无？啊，迄个人伫倒，敲电话去，敢有人伫遐？哦，啊，迄个人敢真正是你敢知你刚爱来遮徛？啊，这就是拢爱去查核。所以咱的演习嘛，好，咱所有的这个计划到底有效啊无效，其实拢咧看这啦。是。啊，莫甲家己的人命当做是咧去做试验，迄就足危险的啊。哦，这大家都爱提高警觉吼。主办单位也好，公家部门也好，还是咱的议员伯啊、议员嫂啊，赶紧来看这个代志。因为其实想起来是，咱是真急。咧办这种大型的活动呢？对，啊，顺咧宗教活动嘛共款啊。我今日不管搭一个公庙，伊要出来主办这个活动，伊就是第一站啊。这些信徒，甲陪你去挂香，甲你对你安尼行，咱有信仰，啊，咱就是要维护伊安全，咱是第一线。啊，第二线则是边仔迄义警、义交这吼来顾帮忙照顾。第3站则是警察、消防伫外口吼咧等。啊，所以咱也有这3站直直起来，你看逐个活动拢共款，白昼之夜嘛是共款啊，对无？假主办的你就是第一个责任，所以咱即马有迄大型公共活动的这个自治条例，咱就倒来看讲这个自治条例是啥。但是嘛是自治条例啊，啊，佫毋是法律哦。毋是，嘿，所以伊较无遐尼无遐胶全，嘿，无遐胶全。接下来请教着王教授吼，王教授你来一个警察大学吼，也有咧教册吼，也有甲即个警政吼、消防的也有。咱即个法令顶头，也无咧描写讲因对着即大型事故的预防的责任，敢有？还是讲有，但是写咧无够？安怎？其实吼，拄啊主持人甲咱拄啊王教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即马即个问题就是讲，咱即马拢是地方在自治，就是讲拢无一个中央来做一个处理，因为。我以台北市为例啦吼，就是讲伊有一个办法，就是或者大型尊重活动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自治条例，就是讲自治条例，就是讲伊这嘛是一个自治条例尔。但是内底是有讲到拄啊，咱这王教授咧讲的这几个部分，我先肯定一下拄啊王教授讲的这代志，这足重要，就是讲第一个是主办方，第二个才是或者咱经销的同仁。你袂当讲你这主办方啥物拢毋知影歹势吼，就是你即马主办人什么人毋知影。啊，就是讲啊，个这消防甲警察啊，再来都有出代志爱因处理，毋是安尼，这已经是后壁的代志啊。头前的代志规划啊，我定咧讲啊，咱这个或者这自治条例内底，伊是有咧要求无毋对，但是讲你是毋是真正有人去啊？伫实际上去审查，还是讲去看，还是讲看到底是安怎？还是讲这计划书写，但是咱坦白讲咧，你公关公司的人也无专业知识啊，啊，你要叫伊安怎办？伊嘛是讲啊，无你看有啥物人来甲我教。但是咱即马。现主时伫台湾，包括着基金部的这个医师吼，虽然也有相关的经验，嘛无被放在这个体系内面去做相关的知识的这个传播，还是讲，互咱大家有这个素养嘛？哦，这个周医师。这个部分啊吼，是安尼，因为最近这10档其实这大型活动的医疗是有较进步。因为有一个大型活动协会，足侪拢是急诊部的医师，啊，甲一寡 EMT 吼，因来成立的。啊，对于这个大型活动的时阵，一寡急救是有做真侪努力啦，吼。像讲这个 AED 啦，吼，甲是讲这个创伤的救护，
这拢有真大的进步。哦，好，所以讲我是感觉讲，平心而论啦，吼，我是感觉讲最主要是台湾对于这个人流的群众控制，吼 crowd management 这个部分无注意。啊，那对于一般的创伤的照顾，甲是讲这心脏病的发作的救护，这个部分是有较进步。所以你看这足侪大型活动的这医疗应变的计划内底，主要拢是这个万一有人昏倒啦，甲是讲啊有人心脏停去，吼，要安怎救，这个部分有，这有对。但是对这个头前预防的这部分，这个部分都无。吼，所以讲我是讲，因为我本身原来捌一路去用委托去看这个计划啦，吼，但就歹势讲这个管区。这公关公司伊就讲，这个代志我是负责宣传的，吼这个安全的代志，这毋是我的吼。消防含这个警方甲是卫生医疗，大家嘛是足辛苦，因为平常时伊个代志足侪啊。这个活动无着伫爱叫伊去处理，无人有做这专业，只好是甲所有的都用起来一项，吼。透过王教授咧讲的风险辨识，你喺现场看，倒一条路拢爱去行。到时倒位可能会形成瓶颈，你拢爱去看，看了写一个计划，较到去大家单位去练习，就变做做练习呢。你要做演习啊？你都无做演习，你想讲？无咱坦白讲，迄大型活动吼，迄种派遣人力啊，迄种工读生啊，对，迄工读生哦，一点钟啊，佫毋是250-500块咧，对，吼，来补的无代志就拜拜就准好，对。即我要问吼，头早咱咧讲的是。有主办方的哦，譬如讲大甲妈祖这里咧镇南宫吼，白沙屯你来找白沙屯，但是就像梨泰院这种无主办方的呢，无主办方的政府是毋是应该爱提升到这个自我的素养，或者是法令上爱加强，或者是讲譬如讲咱就知影讲咱最近这个万圣节囡仔人拢会出来。警方也好，还是拢第三方的团体出来呼应，出来创啥物？老师你的看法？其实像万圣节这是足复杂的一个情况啦。你想看嘛，足侪人伊讲可能嘛穿医师服，穿护士的，足侪人面拢先做假老医生啊穿。嘿，所以你看伊讲后壁迄个救人的时阵，后壁音乐佫是迄 CPR 的音乐。所以规个迄个场面是足复杂的，所以咱即马咧讲这个时阵，咱入迄个情境内底，就是讲阮即马咧讲迄个情境足重要，毋是讲干那你爱做啥，是讲迄个情境你有敏感度，感受到。对所以你讲迄个情境内底，今仔拢大家拢无啥共，所以你家己都要有一个敏感度，讲安尼我敢要入去，我家己有即个，我感觉甲阮后生讲有即种场所，你着爱说你，所以这阵万圣节其实是足麻烦的。阮进前嘛捌做过几下演习啊，就是讲咧万圣节的时阵你规个这个管理边来管，你会发现讲伊足歹管。因为第一个你管伤济政府会去用骂啊。我着放松者，你着要甲我管，对无？你无管的时阵呢，政府佫讲你看出代志民众佫讲出代志你若拢唔管。这就是讲民众的自由，甲咱即马要管制这其实我着讲开放空间。比封闭空间其实更较麻烦。更较麻烦。因为你根本唔知人伫搭，人会对搭应入来，人会对搭出去，这足麻烦的情况。佮加万圣节这个化妆，所以这所有的情况拢超出咱本来咧想的这个情况。所以伊咧所有的这个你讲咱伫开放空间要安怎？政府会用做代志足少的。政府讲实在，政府我毋是咧替政府开脱啦，因为这个情况，民众的自由。我会用行这条路啊，会啊，对无？但是我会当讲，我就知影讲，这袂使，这明仔这开始咯。像咱来跨年的时阵，咱会注意伊边啊，这周边的这个便利超商伊做一项代志，门拆起来。对。门拆起来，伊就知影讲这个阿无奈，去甲门拆起来。政府应该嘛会当来做淡薄仔代志。对政府来讲，伊即马也是讲，咱即马第一层层负责，其实以这个梨泰院这个案件来讲，伊其实规区的同质性足悬的，拢差不多这个行业的，伊内底有定一个组织啦，爱出来为这所有的规划社会团体爱出来。对，因
因为政府你讲要叫政府来讲，你这区爱封起来较难，因为跨年啥都会使，因为跨年的主办单位像政府的啊，所以伊话用封一区啊，平常时民众家己去封路啊。所以我嘛是要透过这个组织吼来做这个代志。老师，你讲咧有影呢？譬如讲，阮厝的伫住伫这个101的周边吼，台北医学院仔附近，定大家就去，咱就感觉讲，哦，你这少年的吼，那101的时阵啊，看烟火啦，来啦，啊，逛一下秘鲁啦，就踮咧阮兜顶啊，头前安尼踅来踅去啦。啊，这甲里长讲，里长也无法度。啊，里长甲警察讲，警察咧无用，吼。啊，这自治团体应该要徛出来，要自我来约束。对啊，因为你看伊今仔啉酒啦，伊只要无闹事，警察嘛袂用甲你啊，伊伫公共空间啦，伊也毋是讲我总嚟去处理啊，所以咱的法律有一个界限啦，所以有诶代志无法度规个拢是政府要甲原则定好清楚。但是老师，我有想到一个法令哦，伫澳洲吼有一个法令哦。你不管你是摕到秘鲁，还是踮咧倒去买这酒，你袂当踮咧顶仔骹啉，违反法令哦，违警法哦，随甲你拘留29天哦，也有这种的。所以我感觉各地的这个风俗，甲这个文化民情是无共款，感觉讲警察应该，或者是讲地方政府会当来甲地方的这个业者来参详来。研发一种较合理的，对着居民也好，对着大众也好，较安全。老师，你的看法？其实拄仔在讲着这个代志，我拄仔在讲迄个酒的代志，因为这道的这个梨泰院的这个代志，就是讲，因为你看嘛，足侪就是讲，可能伊个大家都伫遐啉酒咧狂欢了，怎啊这酒可能车倒，啊，搁互地面搁愈骨，啊，搁处，啊，怎啊可能这个代志搁愈会当发生。啊，我另外要先补充讲者，就是讲，拄仔讲着遮的一个活动。有一个活动就是啥物呢？就是讲，咱之前有在看或者盐水风炮，吼，迄个代志，我家己有去过。啊，去过，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讲，我嘛是去用塞咧走，到尾啊，上尾人嘛是足济用塞咧走，根本伫内底。啊，一个重点就是讲，尾啊，我看到迄个时阵，我已经袂活，因为迄个炮台伫我的头前，我紧哭落来。无免啦，就是哭来啊，紧迄个无免啦，我就开始甲我炸，所以我尽量外头怎迄个报销去，无法度。但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讲，我迄刚去的时候，我大学时阵去的，我们迄阵较少年时阵去的。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入场的时阵，大概陆续入来。但是一个问题哦，若讲差不多要散的时阵吼，对你讲散场的时阵，大概做伙散。但是我感觉这个入场的这个部分，可能以这有四面八方入来，这个控制真重要。啊，散场是做伙散。这更较恐怖，因为这散场时，大家拢做伙走的时阵，就像看年嘛是共款，是毋是？咱宴会放了哦，这个5、4、3、2、1哦，新年快乐了，怎啊？大家拢要走啊？但拢要走的时阵，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真麻烦啊。所以讲一个代志，我是感觉讲，这个代志应该爱安尼，就是讲主场的时阵，这个部分一定要处理好势，啊。出场的时阵，对，我感觉这大家拢做伙，因为演唱会嘛是嘛，啊讲你看这跨年嘛是嘛。啊，一寡都拄仔讲的这一寡活动，可能拢是安尼。出场的时阵，人拢做伙约出来哦。约出来的时阵，不管是开放空间，还是讲咱是封闭空间，尤其这离太远，拢是接伫啊，搁愈麻烦。你看，主要就是讲，伊即马发生代志，大家要走，啊，都根本走袂出来啊。拢挤伫遐，根本拢无法度走，因为迄内底一条或者疏散的通道拢没有。所以咱来想讲，迄阵时，那梨泰院有开始。因的警方在这龙山区吼，因的区叫龙山区，就是随个去讲，我这个有10，比如讲10个这个路口，10个路口我有人咧移，哦，已经超过啊，超过就袂当入来。管制，咁袂当安尼管制，就他王老师讲的讲，哦，这可能会去店家会来抗议啊，啊这。但是根据着，我想即摆发生这种代志，应该会当来做这种相关。嘛有一种吼，我要请教这个赵医师。如果咱啊现场看到这个穿白衫的吼，莫讲咧万圣节啦吼，咧做化妆表演的，那现场看到这个医师甲护士在遐行吼，大概心头敢若看到警察共款，会较警觉袂？袂较警觉。因为足侪现场我嘛去做过救护，所以讲是差不多，哎。无，因为我是讲，这人到一定的数目，你就无法度决定你的行为，是别人来决定你。好，所以我是对我来讲，我讲上要紧的，就是甲大家讲，你爱练习去看人外客，
吼，因为夜市啊，其实人足侪，吼，但是一平方公尺少3、4个，这 OK， 吼，这无问题，这无问题。嘿，你若跋倒上就是去切破皮去膏药啊，就会使。但是你若变做到6个，这时阵就较严重啊。啊，若超过6个以上，啊，就会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哦。然后有其他的突发状况，吼，有人惊吓啦，甲是讲火烧厝啦，吼，啊，甲是讲油汤倒啊，吼，这时阵无着地都会发生这代志。吼，所以我常常形容讲，这是敢若一个鸡卵糕，啊，一支番仔火。吼，你有鸡卵糕无代志，但是番仔火点落去就倒起来。哎，所以你发现讲，这个所在人已经超过你会当安全的范围啊，你着赶紧爱闪，你莫等到讲真正发生这代志。到这个情形，我是讲所有的方法拢无一定有效啊。拢无一定有效。对。但是我嘛有看到讲吼，譬如讲咱台北捷运吼，每年跨年的时阵，就出现一个会徛伫这个捷运口吼，会大家来用迄个大声讲来指挥啦。爱点点落下，会甲会讲讲话吼，这做法啊，甲日本嘛有出现讲所谓的这个 DJ 警察，吼，踮喺遐，吼，大家讲啊，立体啊，吼，啊，无讲笑亏，啊，大家疏散，这应该警方或者是讲公部门会当做吧？这对于大家来讲，就是讲吼，第一个有一个相信的人徛伫面顶咧指挥，所以就是一个指挥官。不过，这个指挥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伊爱去算人数。我今日落去捷运内底，你看捷运的月台遐尼细，对无？啊，我人落去，那一般阮咧算来讲吼，一个人吼，伊也没有大于0.84平方公尺吼，伊就开始会感觉客啊，吼。老师，你搁讲一摆，一个人无超过0.84平方公尺哦。你讲一公尺内底能徛几个吼？一般的人会感觉我，当然讲咱徛伫电梯内底，你徛3个还好，4个可能还好。对无？啊，毋过你若讲一个人的面积伤细吼，我就开始想要客，因为我感觉我要客我的空间出来，吼啊，所以你这个月台能徛偌济人，所以咱所有咧办活动拢共款哦。这个空间有偌大，决定讲这个空间能入去偌济人，毋是我卖几张票。咱来用这个方式算转来，所以伊今日要离开的时阵，要离开这个空间的时阵，伊有法度离开无？哇，人数伤济哦，伊根本就无可能离开，因为咱所有人拢。伫个安全门的门口的时阵，一定拢堵伫遐，堵伫遐冲出去吼，一定跋倒后壁一定佫打过。哦，所以老师你讲，不只是这个指挥官，啊，佫爱有人去算人数，对，啊做管制。对，所以伊迄人，我即般捷运吼，啊袂甲人再造吼，即批袂用佫继续入去。袂使入来，因为伊月台都安尼尔，吼啊，所以咱月台佫较好，咱面顶佫有一个闸门哦。啊，毋过你想哦，啊，像即个情况。我人佫较直直甲放落去，迄闸门会破。所以就是讲，咱来为人数算转来，啊，所以这个人伊一方面指挥，一方面吼爱有人点人数来讲。啊嘛爱通联哦。对，对。所以伊上重要来讲，咱所有咧疏散的过程吼，一定拢爱共方向嘛，吼，啊共方向，伊也共方向，这就一个原则啊。第二个，人数爱算好准，啊超过我就无爱放。啊，我逐年拢咧看迄跨年活动，讲实在我拢足惊的啊！因为我拢唔知伊讲因有真正咧控制人数，放人入去无？阮是知影讲有当时伊过站不停啦，对，吼，捷运来送来伊过站不停，或者是讲即站无佫要载人，因为头前就目睭就有个人对101行去到迄个象山嘛。对象山遐起站，吼啊，才来坐嘛。所以你真正101啊，只是台北市政府站，伊根本就无人，就无法度入去。因为咱的，比如讲咱的像迄国父纪念馆站吼，伊个是较细，吼啊，所以伊的容纳的人数一定较少，所以伊的过站不停啊，就是讲我头前迄站较大，伊去的人较济，吼啊，所以伊有的站伊就先跳过，啊，所以这就是讲咱所有的规划爱甲这些物件拢爱考虑入来。毋是讲干那讲啊，我人直直放入去吼，啊，你这个人指挥，安尼无够啦。嘿。所以老师，咱来整理一下，咱就讲哦，第一，大家都要有意识，要有素养；第二，政府的法令法规都要来对调，吼，要来提升。而且我头下讲啊，你用公关公司来标这个案，公关公司也无这个素养啊，伊必须要来提升，甚至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要有救护相关的这知识的人，
这在国外已经是行之多年啊。哦，啊，在咱台湾拢无嘛。哦，但是啦，我们来看吼，到底讲到底，自保敢有效？在咧现场，他赵医师一直讲，讲那现场450 kg 的这个力给你杀的时候，你做啥物都无效。吼，啊，但是呢，小可佫有效，比如讲，王老师也讲呢，一公尺见风，0.8数，吼，0.8数，啊，咱佫会当来做啥物代志？咱哦现场，咱来试看卖，会当来做啥物自我防范的这个代志，到底来看卖。咱即摆现场哦，就来演示一下，到底这安怎来自保？但是呢，现场真侪专家，无一定有同款的意见哦。咱来看卖头一个，就是讲吼，尽量来保持这个喘气的空间。老师来，请甲咱解说一下。所以吼，这是安尼，有人是讲这个代志是咱有这个或者像迄全集的做法共款安尼，吼，全集做法保护家己的代志，吼，啊，就是讲有的人是讲安尼，有的人是讲头前安尼报伤，但是不管是报伤，还是讲用安尼方式，就是讲争取有一寡。迄个人讲会当喘气的空间，这是第一个步骤是安尼嘿。啊，第二个讲也讲叫尽量爱徛喺壁边啊，爱来行。吼对，就是讲的徛边嘛是对啦，就讲我伫壁边哦，是讲有当时你讲向客，若讲今日中午来讲，有当时你讲今日中午，有当时已经前胸贴后背，已经无啥物空间啦，所以你若挖壁有当时加减，你可能够争取一寡小块的空间。哦，这是有嘛是有人安尼讲爱安尼，可能较会当有一寡呼吸的空间。上重要就是讲会当争取呼吸的空间。啊，第三个就是讲吼，他两位专家啊，医师甲这王老师也讲，那倒落去要安怎家己来自救？倒落去吼，有一种讲法是讲人等下两位少年会当迄个来示范一下吼，就是讲重点是讲咱这个手会当去握在我们的。或者颈椎、颔棍那只，有当时啊，你不管安怎，颔棍是足脆弱的，因为咱讲咱一寡有当拄啊生出来迄个 baby 有无？红个啊，啊你看，是毋是？咱咧个生躯的时阵，拢已经足软的，加上软，所以要塌掉了，所以这代志要保护掉，所以都像人讲的，咱规安尼怎安尼怎拍落去？来咱试看卖，拍落，对。这就敢若 ORZ， 对，就是安尼的方式，吼，安尼的方式来做安尼的处理。所以讲有当时你若讲真正，不管咱逐个人。至少你有一个嘛是共款，有一个会当喘气的空间。但是这是咱有意识安尼拍落去哦，咱若倒落去的时阵，要如何来做出这个动作呢？这有当时就是讲进前，有当咱若讲家己有这个，算讲有应该讲咱讲自我训练啦，包括拄仔在讲的，若讲有机会，那做家己会当训练家己的 CPR 嘛上理想，但是讲会当变讲，你若讲。变成是一个咱心理学咧讲的一个代志，就是讲咱即马就是一个自动化的历程。一个代志用起来了，咱家己会当，就是说咱有当时咱咧习惯变自然，习惯变自然。啊，受水的时阵，是毋是有一个状况，就是讲咱有当时小可会迄落，但是会晓受水的人会当知影讲安怎去迄落，但是迄个动作就是1/1000秒，咱拢家己知影讲安怎受安怎迄落，这个大概同款这个艺术，就是嘛是安尼会当迄呢，变成讲在短时间之内自己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就是我们讲的自动化效应。对，两位会使，辛苦，OK 哈。啊，另外吼，啊，佫有即个消防专业人士来甲咱讲3个一甲做位，3个一甲做位这种情景，敢有可能发生？譬如讲，阮3个来甲做位，3个也是讲咱个夹者安尼，应该是讲人济的时阵。较困难啦。但是讲，若讲安尼来讲，嘛是讲，咱袂讲伊用客甲，因为人讲这形成一个或者人墙的概念嘛。你讲安尼来讲，变讲可能较袂讲去用安尼用经济较容易倒落。有当时一个重点是讲，咱若讲会当安尼来讲，莫去互倒落，迄是上重要。安尼有一个机会就是讲，我们比较不容易去用甲塞倒落，这是一个重点。但是咧，他做就咱请回吼，老师来请回吼。咱他做也看到讲。其实450公斤，这3个人要甲做伙，这个情形实际这发生的情形，我是真歹料想讲，这要安怎来达成讲3个人要甲做伙啦，王老师。所以吼，伊个重点嘛吼，嘛是到底你即马想的迄个情境有偌济人？迄人也足济吼，你安尼拍落吼，后壁直接甲你打过。所以我定下讲，你也伫即个情况，第一个吼，即张图内底有几个通讨论的空间吼，你也搬落，有法度爬起来，一定爱随爬起来。莫搁安尼哭落去啊！哭落后壁一定打过啦。
你今仔我想的情况是，大家拢是饭细肉啊。对啊，所以吼，你即摆就变得讲吼，你也拍落，你搁伫遐哭，你想讲迄即届梨泰院的代志，迄人啊济，直直落来那水咧，直直落来的时阵，你伫遐拍敢有效？你会用保护伫倒位？伊根本就毋知你哭伫遐，因为我根本就看袂到人伫遐。所以吼，我讲第一个上重要，你有法度爬起来，一定要先爬起来，想办法嘛要爬起来。第二个吼。靠墙头边到底对啊毋对吼？这嘛爱用讨论啊。我的人遮济，我的鸡仔遮细条，所以伊的力毋是干那往头前塞，向两边，向两边塞。人的肉佫是软的哦，你壁是硬的哦。碰壁，啊去碰壁时阵，我直甲你缀落，直甲你缀落。所以上好的方法吼，就是顺人咧流的方向流。我就是直直流出去，安尼就对啊。吼啊，徛以后继续流，你无踏到涂骹拢无关系，我先流出去再讲。哦，安尼咱上迄个重点拢是亲近啦。啊，你今仔日有法度安尼拍伫遐的时阵，代表讲迄个空间有够大啦。啊，你就用爬起来，想哪个拍咧？吼，所以咱就是讲，甲迄个亲近想好对。爱想好详细，想好对。对，啊，这做这有效啊无效才知影。哦，啊，你有法啥物？但是我感觉这是增加大家的思考哦。嘿，就早，我坦白讲哦，自早咱毋捌咧想讲，嘿，啊万不离的人安怎的时阵啊，尤其像赵医师吼，咱拢想讲，反正我上后尾就去找医师就对啊，毋捌去想着讲，这个情景内面吼真复杂的，吼，尤其是我搁看过种真侪人，话仔就烫，就毋知影落去啊，啊，迄就是因为迄爬架的所在，规人叫过空去啊，迄是毋是安尼个？尤其这个现主时的这个情形。这个透过王教授我有讲啦，吼，这个你若是去夜市啊不幸跋倒，安尼从 OK， 但是梨泰院这个代志，这个安尼从原来是包死的，吼，因为这个力伤过大，我是讲这是第一点啦，吼，所以我是讲，你会当知影讲一平方公尺4月5月是啥物情形，你要先了解。哦，超过这个方法就无效。啊，用三角形这是其实是大家当时，你若是伫捷运站，假是足侪人对你过来，你要赶紧要客车的时阵，用安尼时阵会当较紧，就穿过人群。吼，这是有研究过，确实有效。这咱咧讲手刀啦，吼。对，你用三角形安尼，这是啊，对面有一群人来，你这群过去安尼，会用穿过人群。但是你的流量有法度保证你有喘气无？这看人数吼。第二靠壁你来行，你若是这压力真大的时阵，你当边仔就转地势吼，这就是讲安那一样，含当涂骹一样共款啦吼。这个流量就死啊吼。啊，第三这我会看法，若是讲像这个情形，唯一的活的机会，大概是爬起来。因为这个若死的时阵吼，大部分你若做病理解剖，大部分是头。躯干，这个胸部、腹部啊、骨盆，这个钝挫伤，所以你安尼的时阵，就等于互大家暂时，你是干那死，阮咧开死亡诊断书的时阵，详细无共款，头、阿妈骨，甲是胸腹部，吼，伊这内脏绝对出血，这会死，所以唯一你若要活，尽量会当起来，啊，若无就心内就爱放下，对不做去，吼，都差不多。你若继续倒转遐，就是即个下场啦吼。所以我是讲即个建议，大部分对即个梨泰院即个，我是讲无讲，我个人是认为无讲介适合。我是真赞成透过王教授咧讲的。一般来讲，像这情形，你当下你要逆流而行，这无可能。但是顺流而行，你爱慢慢啊，逐渐变成非主流。吼，渐相边啊！哦，啊你来注意，慢慢变成非主流。对，安尼你有靠多，若无你若是因为这以前吼，阮这代都是伫仁爱路的头嘛，啊跨年伫仁爱路的尾嘛，因为足侪人拢讲，伊也无要上车，原来去用客去哩啊，啊伊也无要落车，原来去用客落来啊，啊所以落来开来了解讲，这即嘛是对。啊，咱咧用杀的时阵吼，安怎会当防止着跋倒咧？这其实这真困难。所以这个时阵就干那靠运气，但是你大家咧开时阵哦，你要讲大家拢是要去上车，你就慢慢那闪边，你就变成非主流，你上不了车，但是你袂去有地势，所以你慢慢那闪，闪，这是唯一的机会。他倒也有讲过，讲咱尽量卡
唔通提离开地球，啊，尽量安尼吐的行，吐的行安尼。是，对。对，啊，就是安尼。你若讲离开，但讲有当时你讲的向架空，还是讲重心不稳，啊，容易滑倒。滑倒。那讲真正你若用滑步的方式，有人是建议讲用滑步的方式，就是讲咱像进前 Michael Jackson 用月球漫步，就是讲伊倒变，咱是正为头前行，毋是为后壁行安尼啦，是安尼。其实这看起来还佫真济，尤其啊，咱即摆真烦恼啦，咱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大巨蛋哦，啊，将要开幕啊吼。咱拜三，啊，佫要来好好啊讨论讲，大巨蛋除了这个防灾、救灾，啊，以及这个大家咧烧客的时阵，以及周边的交通哦，到时阵好好来讨论。